镜子激光手术2周年了，今天去复查，看看他现在的视力怎么样。开车过来15分钟，我们已经到明基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些年我们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，就是让镜子去做了这个飞秒。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，能够脱掉这副眼镜，你会好看很多。而且我们平时演出多，以前上台戴隐形眼镜啊，眼睛就非常不舒服。现在他什么眼镜都不用戴了。时隔2年再来这里，大家也不用问我什么马化腾他们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去做，这个东西能不能做也要看个人体质的。当初我是先交费的1万多，结果临手术前发现我的角膜不合适，没办法做。如果硬做，很有可能瞎掉。那么镜子的角膜刚刚好，所以它可以做。复查。幸亏我们来得早，后面就要排队了。手把手教我们正确的滴眼药水的方法。复查结束了，保养的非常好，基本上现在的视力和刚刚手术完没什么差别。我们眼睛也要 SPA， 对，主要是湿润眼睛，让你的眼睛保湿。做一个眼部 SPA， 看着好高级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做的时候正常睁眼睛，可以眨眨眼，但不要一直闭拢眼睛。这个是眼部雾化，然后时长的话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。朋友们，现在的售后服务都蛮好的。我们刚刚检查完之后，已经准备回去了，结果又被医生拉了回来，免费让镜子做了一个雾化保养。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只要你在这里做的飞秒，那么你过个1年来复查，这些保养都是送给你的。镜子做完了感觉怎么样？太舒服了，我都要睡着了。